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雅民谷刘浩明。讲起更加绿度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有地讲也係講係等南部，他們高雄啦、屏東啦，也甚至鄉市客家嘅聚落。佢講起我哋屏東平原，唔單止係我哋嘅日頭改辣，同時我哋嘅土地嘛改發，還有我哋嘅水嘛改長久。可是自古以來啊，吼，我哋屏東平原都係出好味嘅地方。我哋今日有請到係我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嘅李明忠處長。有啲話能講，喺2023年，客家事務處派嚟發通，同時馬同我哋宣傳講，2023年考客美食節，亦都有乜個好食同好搞嘅。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我哋李明忠處長落嚟現場。處長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屏東縣客家事務處處長李明忠。其實我哋咧處長，我哋其實他個人如果係啲算是好朋友啦，因為我哋處長以前都常常聽我哋總統裏邊行上行下，但是我哋從我哋廣東朋友先紹介一下這個好冇？我係出生都喺我哋客家嗬，如我哋女培養東片村嗬，係一個淳樸嘅農村，我係對些除了同時做餅，喺村外以外，係大部分嘅時間都係睇我哋。鄉下，我想同我哋鄉下感情十分濃厚。我也擔任過我哋東片村嘅村長、沙期理事長，也喺內部鄉公所擔任過紀要秘書。就是我講，總話講，我哋嘅處長以前同我哋行上行，因為伊這個係出身嘅基層，可是伊對我哋菜地嘅事業喎，係最了解。但是喺講一件事情以前哦，我係想請我哋處長想講，你咪同我哋廣東朋友太容易分享一下講。你這個喺客家莊生活阿久，你喺客家莊嘅經驗係乜嘢生活經驗嘛？我客家嗬，係對些來講嗬，佢有印象中啊嗬，早期嘅時節，你話係還冇開發嘅時節嗬，喺還農村咧，經濟還冇好嘅時節，尤其我哋婦人家嗬，我個情況，做嘅，如果衫褲拿頓嚟去轉腳成洗衫褲，有嘅個老一批嘅嗬。如果來到我哋沒有向北宮下一條，來，因為北宮下生後如果種稻花，尤其鹹蕉啦，有啲玉蘭花、樹蘭、仙丹一條，也叫人會摘嘅，來到我哋北宮頭前，來風花，也會落下泡片茶來，也風茶點香，我說我哋。鄉下生活改單純改淳樸，他個做一道做起嘢咯，夏天叫做些。我說我也來自農村，我哋早期落下也喺耕田咧。我說我哋對農村嘅生活也十分咧歡迎。佢像這個呢，以前有做過東片村嘅村長嘛，嗬。我係因為其實而家農村嘅嗰啲問題，都講我哋啲人強嘢越來越少。你咪同我哋廣東朋友，他要講下講，你這個來自基層，啱啱做過村長，有10年來，你這個觀察到你嘅情形好冇？我對我哋總督嘅先來講啦，因為我哋早期全部都幾乎係私貨嘅，私貨，家下私貨收入並冇改好，也可以講望天落實啦，後來如漸漸嘅有人來種檳榔，不最先。可能天神紅種咧，漸漸感覺到也檳榔嘅價值唔會差，收入也唔會差。變嚟漸漸如果有人跪求嘅睇種，跪人嚟種，你隔壁鄰舍看到也收入嗰樣唔會差，如果停頓嚟改作種檳榔，所以講我哋就變成家下身體內部嘅改做嚟種檳榔嘅。我哋嘅改道後生嘅也因為落下有天橋，種到長嘅種檳榔，如太陽曬也會揾見人留頓喺落下天數嗰陣都冇出外去工作。都見來講嘅話因為長嘅收入也冇人好，像我哋早期長嘅1粒19元，也是到1粒18嘅元，拿1粒檳榔1粒長嘅。都可以去買一件雞卵，甚至有枣，也改多年因為也檳榔嘅收入跑路來，也
提提个希望，嗰種我哋個嗰度檳榔湖，啊，因為更加吼，檳榔嘅樹葉無安好嘅，漸漸嘅，路也得好上不得不落去村外去工作，因為咱靠牆嘅樹葉冇辦法來維持家庭，嗰種人也要去攞杯來工作，嗰漸漸我哋年輕人村外以後。總督誒，尤其我哋普遍我哋富區嘅農村也供養，漸漸嘅老人家嗰度，後生嘅嗰少嘅，哦，是令到我哋農村嘅，哦年輕嘅村外年齡都高齡化，嗰需要學嗰度人來照顧嘅時節變得冇人，我哋到村長做沙基理事長嘅時候都感覺咯，喺一樣嘅就改善我哋嘅情形。嗰種係嘅下路，有我哋總督嘅學有供養理念嘅人嗬，供養嚟講係也一樣來改善，都開始參加我哋水保局嘅農村再生嘅計劃，透過農村再生嘅計劃，後來透過一條計劃以後，大家取得有嘅政策以後，都來同水保局申請經費來建設我哋東片村，我哋東片村咧一條產業唔過，係咪能夠改變啊？嗰陣幾時你即個有講，因為喺度參加農村再生呢啲平台嘛，嗬，同時嘛邀請嘛邀請嘅幾多位算是年輕人共下來去面對啊問題，佢幾時真係要想出乜嘅方法？因為佢下嗬，我哋要監義講嘅，多要講到咧檳榔嗬，已經算係夕陽農業啦，佢收入冇像以前咁好啊，樣嘅來改變我哋農村，有乜嘅作物可以來代替有嘅檳榔嘅樹葉，我哋喺我哋路體面講，係咪來透過我哋其他我哋作物來幫我哋總督嘅一條檳榔能夠專作，嗰種我哋路有機嘅農場，大家來共下攝，當初透過讀書會，大家共同來面，看到有乜嘅適合我哋總督嘅，適合我哋農村來發展嘅產業。嗰種嘅下路攝到包括我哋紅龍果、酸果、黃梨，一條農場，大家共下路來，係咪大家來成立一啲協會也好，也算合作社也好，面下大家咩呢個講我哋來成立一啲公司，用來回饋我哋嘅社區，畢竟我哋所有嘅總督嘅喺成塊嘅人，大家都會有個濃厚嘅感情。許多總督嘅栽培，係唔係有機會來回饋我哋社區？咁大家都講係唔係我哋大家設一啲做一啲平台，能夠幫總督嘅產業增加收益。利用嘅增加收益來回饋我哋嘅社區，可能有乜嘅方式啦。嗰種嘅下經過討論以後，大家都共同組成東片保濕村。總包括很多保濕村咯，嘅下人認為我哋狀況每啲產業落去保，並唔係講我哋狀況全保濕。不管係產業作物，也算我哋地保嘅人文，我哋都對當作保。嗰種我哋嘅下如果加我哋來很多保濕村，一名嘅係安尼來啦。唔係我哋總督全部都保濕啦。但是我因為感覺到佢特別嘅地方啦，如果唔知咁唔因為講咁我哋全部講我哋見啊搶嘅唔好加，我哋係咪全部拿去種批咧？對唔係？你係每一啲人都有一啲專長，你搶每一啲人都搶一啲保濕用嘅。但是呢，你係組成一個平台裏邊，每一啲人還是做一個專業嘅東西。但是重點係唔會把唔同嘅賺呢一些錢。然後去回饋到唔知個社區，咁一部分嘅機制係大家人講好啊，還是一種默契？講到一樣人成立嘅目的，如係講，第一，如幫人總督嘅產業收益提升嘛；第二，攞用嚟回饋我哋嘅社區，可能大家嘅下路提出幾多方案，按用來嘅，大家都最後嘅共識都講組成一個平台。我哋透過一個平台，對老輩來買我哋總督嘅所有嘅產物，我哋用一小數額
5%来回馈俺的沙棘，也唔係利潤嘅5%哦，係少數額哦，也係只個冇險嘅東西，也因為也5%，雖然唔係嗰個實際上以少數額來講是嗰啲人講。冇錯，係啊。嗰種傳統我哋初創講嘅安好機制吼，其實像我哋以前咧節目直播已經有講到，講我哋東片村咧、波薩村咧一個股份有限公司一個模式啦哈。但是東片村其實唔單止係算是我哋農村再生一個最有名嘅一個村，其實像喺台灣來講，話伊咪得過我哋嘅金牌農村。但是有一套安好嘅模式，係唔係等到我哋處長將我哋變成一個上台以後，而會把有嘅東西去推展到我哋六都嘅其他農村咯。下一段節目我哋請我哋處長同聽嘅人講清楚。休息下我哋馬上過來。歡迎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李明忠處長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以這個影響地輩嘅客家上嘅生活。處長，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你講嘅一個算是我哋東片村哈，東片波薩村嘅股份有限公司嘅一個我哋模式啦哈。咁我哋模式其實我會感覺到講，算是一個幾符合我哋其他現代嘅精神嘅一個模式，因為其實我哋從頭講怎麼去改善我們農村高齡化的事情？有的人講有的大企業的引入啦，可是呢種東西對於我哋來講嘅話，一路地方係拼人來聽數，我哋來做一件事情。但是唔好講嘅一個心態係講，我哋這個人去聽數這個人，本來都有人的種法，本來都有人種火龍果嘅，本來有人種乜嘅，但是他敢引入把這個嘅銷售額真正來回饋到我哋嘅沙溪地區去，咁因為講安尼模式。適合推行到其他農村嗎？其實我首先吼，我感謝俺當初主持人嘅所有的聲言啦。其實今日提講伊呢本業地位啊，見有做到成改好。冇錯。尤其像俺呢紅龍果也對啦，今日長期喺台北澎湃市場如果盤踞喺個前3名。俺那個東寶做中山果嘅口價收入也改好。我哋苦勞頭黃泥也有一定的市場，嗰種我感謝吼，我哋一條夥伴吼，他個願意放棄他個本位，為到愛本我哋總督個好，我哋回饋我哋沙溪吼，願意共同成立咧，也可以算係咧社會型咧，企業，假如主要愛以回饋社會為前提。嗰種出現一個咁強嘅人所有嘅成員，更加今年話繼續睇下推動吼，我因為已經吼，我哋位置嘅吼，也好得今年接觸嘅個推動吼，到都講到吼，我哋一種吼有他個有共同嘅理念，來推動一個社會型嘅一個農村嘅企業，第二咧，我哋當然希望吼。東片村係做出一個成熟嘅成果以後，加上其他嘅沙溪、其他嘅鄉鎮願意來加入嘅話，吼，也係我哋最希望嘅啦，吼。因為講實在，最後這個沙溪能夠持立，唔是靠公部門來同我哋補助，也係我哋當初嘅理想啦。加上這個可以持立嘅時間，我哋總督嘅做乜嘅都可以靠這個，唔是靠本人。所以講。加上其他沙溪、其他村莊，跟其他鄉鎮，我哋希望吼，同我哋共下有安嘅理念，他個愛實現愛表嘅本位主義，願意來回饋社會，我哋共下來努力。但是有啲人，我哋如果講啊，有啲人一開始一種唔願意同我哋共下來達標來合作，但是當有啲成果以後，可能有人因為講。我冇需要本能，再來安尼，出一道來回饋，我已經可以持立嘅，我唔是靠一平台，如何做到幾好成績咧？嗰種我希望大家係有共同嘅理念，願意共同來以
回馈社会为前提的方式，欢迎大家共好来合作。佢其實廣東話人客家莊嘅生活地位，因為其實講客家嘅生活地位，午餐嘛講吼美食嘛好啦吼，其實一幾年啦吼，屏東嘅跳油一定有名，話要對嗰種嘅。你咪同我哋廣東朋友講一下講，你這個出生，你這個係影響地位，人哋客家人，人哋客家莊嘅飲食地位有乜嘅東西，俾唔會影響佢出嚟冇？我哋客家莊真是吼，改到我哋原先出得肥味嘅東西啦，尤其以前我過年的時間幾乎家家戶戶啊，如果長乾蟲啦有啲位有臘肉尤其自家有田球嘅改到會種到芥菜，芥菜用途改發對一開始可能炒都做菜嘅，個會來素養。菜啊，洗澡嘅素養菜啊，來滷鹹菜，佢可分階段，冇錯，可能頭先都人講嘅雪梨河，吃菜，但係要來吃菜，黃係都鹹菜，都鹹菜，不過佢一階段一個階段都冇咁樣，不過啲芥菜佢可做嗰種方式，也係我哋以前生活中一種田野生活嘅肥味啦哎呀，我哋講實在嘅喺農村生活雖然物質冇更加安好，但是過得幾充實。也田球嘅改啊都有好食的番薯也旺菜，都可過一菜至於講人家更加都講到跳油記得我爸爸同我講，以前我哋錄下面嗰種有去間做過跳油呢。但是也失傳咧，我講而家嗰可視嘅一種現象我哋看到嗰度第二台、第三台佢來再來做我哋以前嘅產業，尤其像我哋跳油，最近真是可以講蓬勃發展我哋客家跳油也係用途也改發，無論係煎東西、滷東西、做鳳肉客家鳳肉也係。嗰段兒上嘅事咧，尤其最近我哋樂隊嘅跳油也打響一啲嘅字嘅，去英國參加也會產業嘅比賽，也得到最高嘅3成嘅金叉獎。也咩我哋樂隊之光一啲跳油，也唔係跳油比賽呢，其實幾多項目嘅比賽，結果佢能夠。得到也最高嘅榮耀，也是我哋樂隊也產業支持也係幾可貴嘅地方。其實一幾年真係睇都市鎮嘅地位，屏東嘅跳油一件事情，變成以前講我哋喺中部嘅跳油有名，而家屏東南部嘅跳油嘛個有名嘅可是前面因為其實我哋2023年嘅時候，因為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有辦了一個釀醬生活節嘛。嗰日釀醬生活節係咪都因為講屏東又有好跳油，又有好乜跳師傅啦、黃泥漿，係咪因為安尼就開始設計也要生活節咧咯？也2023釀醬生活節包括我哋今年都新開創嘅一個項目、一個活動因為我頭先主持人也講到我哋屏東唔單止跳油、跳師傅、黃泥漿甚至果醋也得嗰個我哋滷嘅一啲東西。一度算我哋釀醬底杯，我哋一度是幾多年嘅東西，我哋推出來反映也幾好，嗰種我哋特別嘅經驗，釀醬生活節，希望同樣我哋也好嘅東西繼續來推廣下去，幫我哋產業能夠，幫我哋後生嘅能夠靠對嘅產業回鄉。靠對嘅產業來傳承美食家庭。我說我哋今年咧，釀醬生活節主題釀食，食釀，如食釀，如果我哋將一度我哋所有嘅東西，我哋食物用來經過我哋咧，用嘅方式來改變嘅用途。食釀都表示我哋一堆堆嘅東西要花時間來等待，經過時間來變能夠
变成更好的东西。我们有所期待。唔错，真是，因为酿造一件事情吼，你一定要花时间呢。你等于讲标下去以后，你等段时间慢慢的去酿造，无可能个蜂蜜出来，就像头先我哋初中讲一样，伊得改出来，嗰种万国强的是乳香了都吃出来。个乳香了就变叫人讲咸菜，但是如果叫的是那种罗咸菜诶，嗰种时间也从也蜂蜜会变。但是像呢有关于食物的一啲生活节里边呀，好譬如讲，你即个头讲嘅调味来讲嘅话，无论系用我哋咧调食谱啦、黄梨酱啦，嗰度，咁样嘅去透过发通嘅设计去介绍我哋咧消费者。你一摆也特别邀请我哋苹果大嘅学生啊，同我哋现场设计嘅15路嘅菜色我哋也學見也喺現場要做3路，幫我哋來參加鄉親如 TV 我哋也客家美食嘅學，我哋特別也同也15路嘅菜色來做成明信片，幫我哋鄉親能夠透過也明信片，第啲也15路用來做，用我哋客家所有嘅材料。來做出好嘅料理，但是我哋喺現場要限料，我哋限100分，我哋做要發有嘅料理嘅附帶，好嘅料理嘅附帶啦，如100組嘅，嗰種我哋發得出嘅時間啦，可以講秒殺，一天呢下都變強嘅咧。那100組嘅，人講如果明信片，如果可以拿用。对啊，因为你这个有时候我能看到，比如讲黄梨酱啦、调食谱啦、调油啦，也就从事我们传统我看到，但是用的去利用一条传统的食材，好就变出一啲新花样的菜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非常好啊。但是你看到其实100组我一定拿唔到，但是人家讲好食嘛好带过去，咁有安尼设计有，我同我哋也摆也好。要不要发通才饥饿行销了？不要再饥饿行销了，够饥饿了。那你还要这食量野餐套组，套餐组啦，也喺线上，本大家来预购，但是来喺一下都变停下的。嗰陣我哋現場，我哋都搖到幾度，我哋所有嘅產業來現場來擺，本大家來到現場。來可先看到、先買、先享用，嗰陣當日來嗰度羅倫泰式旅遊，嗰種我哋現場幾鬧熱，也得到幾好 feel。談到初中人講，而家我想到講，哎呀，拜嘅我哋嘅釀醬生活節，絕對都冇聽到，都冇拿到嘅明信片。但是唔怕我哋話有啲2023年咧好客美食節。但是你們可以有基地可以參加，但是人內容很樣哦。下一段節目我哋出咗馬上同講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李明忠處長，我哋現場同人講2023年嘅釀醬生活節。我相信觀眾朋友聽到以後都講，哎呦，我冇聽到，唔怕啊！我哋睇10月21、22會有嘅2023年嘅好客美食節，我哋處長同講，有美食節有乜好食好搞嘅，但是喺開始講以前。我哋先問處長講，以這個喺客家中，以前喺我哋南部來講嘅話，有乜嘅最好嘅嗰種辦事啦、美食嘅一啲經驗。處長，從我哋喺客家中嘅話，有乜嘅記得嘅嗰種辦嘅啦，無論嗰種美食嘅一啲經驗冇？講到辦嘅一般人印象可能都麵扒辦啊，客家裏面都麵扒辦。我在我對於些多件嗰種。識得佢肥味啊，種一度，也當時嘅情景啊，種嘅辦事咯，我感覺到像後擺婦人家我平常是夏天工作，但是他把落雨，或者農閒嘅時間，他個冇落田球做些時間，如既然搖啊，喺打水鼓嘅時間，如果咁冇來做辦嘅來食。
哦，甲根本做嘛个办哦，他个愈好，愈共同讨论以后吼，愈慢出米慢出嘛个吼，愈强下吼来马上洗米吼，摸板车吼，愈来种啊吼，愈讲到根本爱整碗的板，加上做白板，加上红板的吼，连骨板、鬼板。哦，有种该提出的啦，吼，也讲起又有唔对切合无呢，吼，用番薯的就种啊，吼，安尼讲按照教练班啦，吼，也好，是其实改简单，按部吼适合了改，适合了改好势，嗰阵改到后生嘅囝可能唔知嘅，我适合了佢下吼，當然或者感覺到係，或者佢下嘅東西吼。适合了嗰都見完教改好事。咁種等其實睇下哋一百10年、21、22啊，盼伊哋2023年咧，考學美食節。咁也俾美食節，也俾當初嘅設計嘅人，算是原因係嘛咯？其實也考學美食節啦，嗬，都對以前嘅人屏東板條節，嗬，來都可以講升級2.0，2.0嘅版，嗬，來，因為我哋國泰。哦，當我哋美食，哦，唔係很少嘅人辦嘅，冇錯，哦，我哋都來擴大。我說我哋一擺都同高速鄉公所，講下睇新豐清水公園來嘅，哦，因為深夜咧講個田一萬，聽我哋南部來講埋個嘢，我都睇清水公園來，多時間，哦，太人來留，哦，來看我哋嘅美食，深夜可來交水哦，啊。我說我哋主題按到交水食好米，吼！我說也我哋今年嘅主題都係，一地方也包括到改到我哋發通，吼！啊，主持人一定要來哦。因為頭先有講啊，好教又好料嘛，錯冇？咁好食又好，應該好食又好料啦。咁好食嘅部分啊，因為我哋講好米，咁好米嘅話，我用我一同他嘅意推銷一件事情。好，也學我哋會透過嗰啲道中嘅，也就做出來嘅，揾他個嗰意外嘅東西來講講，我哋啲美食可以多安尼啊，嗰時我哋一擺分一下發到，尤其我哋啲所謂美食爭霸賽吼，我哋同往年冇強邀，以前辦條節冇強，我哋一擺哦先起10組，我嚟參加一下美食爭霸賽，一10組地步，佢呢要用嘅的。組合嘅方式，吼，也有限量嘅哦，吼，一組，吼，限量，分大家來，唔係以前是吃食的人來投票，哦，萬一那蛋糕好，一般唔咩，唔係拿現金來到現場買，也算透過網路，吼來買一套餐組，吼，我哋都是我以兩個綜合方來。買嘅成績最好，做也排名嘅順序，嗰個也擺同往年無共，也係實際嘅大家愛投票一天愛花現金，哪有投票嘅，也係無共樣嘅，哦，啊也如美食爭霸賽部分，啊我哋係現場，哦也有時別有50檔，哦嗰種也就各種嘅，包括唔單止我哋客家嘅風味，還有。好老嘅，後來來自我哋以前中國國產嘅風味嘅美食，還有新住民咧，還有泰國嘅一條，嗰個地方又包括我哋傳統嘅板式以外，還有又有嘅我哋客嘅美式嘅披薩，以外多嘅。風味嘅，包括我一個風味嘅我哋嘅美食，大家都現場都可以上得到。第二個到睇伊啲發通地方，我都可以識到無共用國家同無共用風味嘅美食嘅伊啲算是伊啲建議啦，嚇。但是頭先我有興趣講，一般來講嘅話，我哋都會比如爭霸賽，嚇，就真係都用試吃啊，嚇，冇網絡票選有冇？哦，但是要不要真的無共用嘅，嚇，真的用銷售額，因為其實一公古拜堂是真是最現實的事情啦，因為講你知道真是感覺到好食，看本人看食的好食，
你都真是花这个钱去买。好，你买一多真是都现场的人至少你咪讲，也是真是都当场最合适的。好，因为真的因为有的人讲啊，亲朋好友去灌票啊，冇得有冇的。但是你真是对销售额来讲的话，对那个创送来讲，压力过太嘞。哦，嗰时候记得一条拿出最拿手的作品出来。系啊，系啊，安尼咱只也美食争霸赛也得现场的，安尼咪要规划流程。哦，安尼要分有3条路线，第摆也设计的无共样的东西，又包括俺的美食，也是俺的地方好行了的地方，嗰种俺分3条路线，一共6台车，一台车20个人，一共100个人，嗰种也名额也是有限的，真是而参考一饥饿行销呢，而参考一下，真的是爆出来行啊！除了一看下人客庄啦，尤其迄个其实喺古书啊吼，隔壁有原住民的村庄，吼入边有客庄，吼入边好多种，其实真是奈如好老了，吼。但是你看，因为人家唔讲什么的鱼性呀，啊嘛鱼是凉凉，其实可以适合野餐的，有安尼设计。有安尼有设计安尼吼，啊个唔单止安尼，安尼伊会设计用音乐会的方式呈现出来，哦，因为容易的发通，安尼提21安尼设计的路，嗰适合亲子的，哦，睇完就带顿小嘢来用下来，哦。也野餐也好，也老了，也 TV 俺们也的音乐风，俺们有设计，天热俺们都走文青路线，嗰种凉意的音乐会都冇咁样，真是的，就是一天都有。路轮太细咁下来，冇错，尤其迄种啊，10年的了，其实来南部啊，路冇安样的啦，好多这个让我比7、8年万个好，好一方面可以高水，一方面可以老了，凉意又有美食，又有好音乐。可是广东朋友10年你吼，其他先同下啲那个地方先嚟看下来哈。因为咧好多人我哋屏东国书来参加我哋2023年呢，我哋呢好客美食节。就像我们初中吼，因为其实你这个还算是新颖的初中嘛吼，看你这个对，你这个要引起啦，无论讲你这个对我哋乐队有乜嘅一啲想法？其实因为我哋本身有乐队，提下位置，我哋对客家也有改态嘅，唔单止感情，也有改态嘅，有想要同客家来做嘛个事，我哋演中也供养佢也对佢也客家政策地位也提到，我哋客家语言文化一样来保存，我哋产业一样来发展，包括一样同各支接轨，一路喺我哋海北发展嘅方向。我说我哋除了要保存我哋客家所有嘅传统嘅好嘅东西以外，我哋要让佢嚟本客家更加本客家人看得到。本他哋願意來到，尤其我哋屏東樂隊來，嗰種我哋也透過各種嘅發通，各種嘅我哋對外宣傳嚟講，希望讓我哋樂隊得我哋客家得到更多人嘅認同。你前面頭先你就會講到講，其實我哋一幾年唔講起我哋屏東人嚟講，拍喺嗰度發通，本他嘅人人喺地講，其實屏東人拍喺發通真係幾有水準，同時呢，因為屏東幾嘈。同時，我哋咪幾多嘅種族嗬，譬如講我哋咧新住民啊、原住民啊、客家啦、好羅啦。但是講到國際嘅部分嗬，唔知講因為講，像以我哋樂隊嘅客人嚟講嘅話，我哋要用嘅心態，無論講用嘅啲心情去接觸到國際，無論講去反映到國際嘅朋友嚟到我哋屏東嚟流量咯。嗰時也嗬，透過我哋當然。多嘅方式啦，我自家而且準備好來啦，我說我哋目前我哋也都做，無論係我哋同各種發通，也算我哋所有嘅參與，我哋算透過我哋所有嘅宣傳，我哋也行出去，我哋像一擺咩帶團出去，跟我去參訪其他朋友，我哋包括我哋係。冇共樣，有啲因為我哋祖先喺來台灣，有啲我哋祖先去過別國嘅，我哋去咩睇過參訪，同佢交流，幫我哋能夠得到嗰度嘅訊息，對
对自己更多的了解吼，也希望透过佢哋也咁樣帶更多人來到台灣嘅樂隊來留了啊。因為我發現到講，嗰種講我哋邀請到講我哋嘅外國嘅朋友來，我哋平常來聊聊法吼。其實我發現到講，如果像我哋以前吼晚服啊，係有些晚服像冇咁樣狀態嘅朋友，叫我來聊，因為我哋晚服一天冇空嘅嘛，從頭到尾我都認為係故意嘅啦。係啊，怎麼？人，譬如講連老屯你一天冇空嘅嘛，你睇緊嘢都識，你我哋講，我哋識鬼來嘛。譬如講，請咪用可以用安尼想法，冇安尼辦法講。我哋譬如講我哋外國朋友來嘅時候，你哋嗰種請人嚟生我哋晚服嗰種感覺嘛。係啊，嗰種多主持人講到，做起晚服，佢係吼，咁樣悠悠乎乎哦，每出嘅晚服冇空嘅，譬如講。基本嘢，喺我哋長度嘅晚服，邀請主持人大家好朋友來幫我唱，講起主持人能夠晚服，我哋本唱，大家都改好客，尤其人客來嘅咪得路真是帶路上賓啊！我記得以前真是生意可以做多樣，來嘅人客泡茶本人食，除了係愛吃飯嘅時間。因為裝一個面盆，隨到溫燒，一條面泡誒，本人洗薯洗面，讓請人客操心，嗰種健康我哋也透過我哋辦法都沒透過邀請自己嘅，尤其睇我哋台灣留學嘅啦，也就啲工作嘅外省人士來參加我哋活動，幫我哋能夠同國際接軌啊！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而家一拉嘅吼，一天一直執下來吼，因為按好嘅一個節日吼，一天愛讓人哋屏東來聊聊。今日我感謝我哋嘅出場來現場來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吼，也多謝我哋電視前嘅所有嘅觀眾朋友吼，大家也看到好多主持人也呼籲大家10月22，大家熱那個先集放來，歡迎大家。邀請來我哋屏東聊聊。休息一下喎，得聽我哋先生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